弟兄姊妹朋友早晨，主內平安。感謝天父俾我哋過去一個禮拜有好充足嘅雨水之後，今日我哋有一個咁好嘅陽光，好好嘅天氣，睇到天父嘅奇妙可畏。喺分享神話語之先，讓我哋同心禱告。慈愛天父，感謝你創造宇宙萬物，特別創造一個咁漂亮嘅地球，俾我哋喺當中去居住。天父，你嘅創造奇妙可畏，我哋人類只係被造之物，無論科技有幾咁發達，都未必能夠明白你創造背後嘅心意同目的。天父，你容讓事情發生，我哋未必能夠知曉。我哋為到緬甸地震嘅災情，求天父施恩憐憫，讓救援嘅工作得以迅速展開，讓受影響嘅地區得到適切嘅援助。我哋睇到都係傷心難過嘅情緒，但求聖靈喺我哋當中，俾我哋有平靜安穩嘅心，分辨呢一段嘅時間嚟到聆聽天父你俾我哋嘅說話。以上禱告奉靠我主耶穌基督得聖名之祈求，阿門。嗱，今日係第5個主日啦，又到咗我哋講小先知書嘅時候。今日就繼續拿鴻書最尾嗰一章，就係第3章啦。整卷書卷就係上主藉住先知拿鴻講出上主嘅公義，同埋預備亞述帝國嘅首都尼尼微城受罰嘅情景。最後就講到亞述行惡自招毀滅，俾大家睇翻。唔用得，係得啦 ，OK， 係得，俾大家睇翻亞述帝國喺主前700年左右嘅版圖。嗱，呢一段嘅時期呢，就係亞述帝國相當強大嘅一段嘅時期。首都尼尼微城，即係上面圈住嗰個呢度。上個禮拜咧講到咧就講到使徒保羅第2次嘅佈道旅程，就係去到帖撒羅尼迦城，就係喺呢個圖嘅左上角呢個位置，係啦。咁大家咧就可以翻去比對翻我哋群組裏面發咗俾大家睇嘅地圖資料嚇。咁因為咧就有嗱佢個成個嗰個版圖咧就係咁樣嘅，即係呢度深色少少嘅部分呢，就係呢一個位置，就係亞述帝國嘅位置嚟嘅。咁因為有姊妹咧就曾經問翻我，咁即係包括而家現在邊一啲嘅國家呢？嗱，咁呢就係放咗個 Google 嘅地圖喺呢一度，咁就俾大家一個參考。嗱，因為頭先嗰個地圖呢，就係淨係得幾粒字，咁你睇到亞述帝國呢，即係你睇唔睇到究竟有幾強大呢？嗱，當時咧亞述帝國咧其實包括而家係咩咧？即係頭先睇到嗰個框咧就係咁樣，大概係呢一個位置咁樣嚟到呢個跟住上翻嚟，跟住嚟到呢個跟住咧就係呢一忽仔咁樣嘅。咁咧就係包括一部分嘅土耳其啦、敍利亞啦、伊拉克啦、科威特啦，部分嘅伊朗啦、以色列啦，過到去就係埃及。佢嘅版圖係橫跨咁多個國家。係當時一個相當強大嘅帝國嚟嘅。睇翻現時嘅嗰個地圖呢，就大家會清楚究竟佢幅員有幾多。咁跟住呢，就喺網上揾到呢一幅圖，就係尼尼微城嘅遺址啊。咁咧其實佢就係表達咗當時繁華嘅景象，係嚟自奧斯丁·亨利·萊亞德嘅著作嚟嘅。咁呢一個人係咩人呢？點解佢呢張圖我哋都即係認真睇一睇呢？就因為呢一個人呢，佢係一個考古學家，另外佢仲係一個藝術嘅史學家。咁重點呢，係佢致力發掘尼尼微城而聞名於世嘅。咁大家有興趣可以翻去揾下佢嘅著作嚟睇。咁亞述帝國嘅版圖呢，其實得來不易，佢係用一啲非常殘忍嘅手段對待敵國。歷史學家呢，係形容亞述呢一個國家係乜嘢呢？
係一個戰爭嘅機器啊！佢係完全冷血，同埋用極權去統治佢國家。就係咁樣嘅狀態之下，就嚟到第3章，先知第一句説話就話有禍啦。原文第一句説話呢，其實係有禍啦，唔係這流人血的城。原文第一句説話係有禍啦，就係講翻即係點啊？即係有人衝埋同你講話有禍啦，咁即係咩啊？即係今次大件事。呢個流人血嘅城就係指到尼尼微城，先知就係控訴呢一個尼尼微城，佢係全城欺詐，充滿劫掠、搶奪嘅事冇停過。跟住嗰幾句就係描寫佢哋戰爭嗰種嘅厲害啊！咁頭先阿 Stephen 弟兄就幫我哋讀咗啦，咁都希望大家大概都領略到嗰種氣勢啊，鞭聲颯颯，即係馬鞭揈落去嗰下，輪聲輪駿馬奔馳啊，戰車奔波跳動，哇！好繪形繪聲咁樣講咗出嚟，騎兵騰躍衝鋒，刀劍削削發亮，槍矛就閃閃生光，仲要講到被殺嘅人呢係眾多。呢一度呢就係描述乜嘢呢？就係被擄到去亞述嘅其他國民呢，就喺嗰度就為奴為婢，違反佢哋命令嘅人呢，就遭到慘殺，而且仲會係屍體無數。咁經文後尾呢，呢度就講到呢，有妓女多行淫行、施邪術嘅美麗女巫，藉住佢嘅淫行誘惑列國，藉住佢嘅邪術欺騙萬族。呢度就係講到嗰度有啲美貌嘅妓女呢，就係指到佢哋嗰度嘅物慾放縱，引誘好多人呢去嗰度犯罪，學佢哋咁樣去拜偶像，就係咁樣去引誘啲人去到嗰個地方。咁就係先知重新再指控尼尼微城佢哋嘅罪惡。咁跟住落到去呢，就5至7節嘅經文呢，就轉述咗上主所講嘅説話。經文呢，就係講到：看啊，我必攻擊你，叫佢赤身露體，要讓到列邦睇到佢嘅羞恥。上主要懲罰，要羞辱亞述。冇人會為尼尼微城嘅覆亡去難過。經文就講到尼尼微城係終於係會荒涼。上主係宣告同呢一個民族為敵係一件好大件嘅事。喺當代聖經呢，或者我哋熟悉嘅和合本嗰度呢，就係翻譯為我與你為敵。係一個好重語嘅語氣嚟嘅，比呢個新譯本咧係更加重個語氣。新譯本呢度咧係譯我必攻擊你，咁但係咧呢度係講到我與你為敵，一個好重嘅語氣。咁嗱，我哋咧就可以參考一下以西結書咧，有多處嘅經文咧就提到我要與你為敵。咁究竟個意思係乜嘢咧？咁咧？你可能真係好難得睇得到。咁呢度呢，就係講到以西結書28章嘅28節，咁我就將佢重要經文就放大咗嘅，咁啊就可以俾大家一齊讀。咁請大家同我一齊讀呢一經文，1、2、3。我要與你為敵，我要在你那裏彰顯我的榮耀，我要審判你，在你中間彰顯我的聖潔。那時人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嗱，呢度講到呢，我要與你為敵，我要在你那裏彰顯我嘅榮耀，我要審判你，在你中間彰顯我嘅聖潔，就係向當時侵略以色列嘅鄰國所講嘅說話，目的就係要藉住咁樣，讓嗰啲唔認識上主嘅人去知道，幫助以色列嗰位就係上主耶和華。我與你為敵，上主係會用瘟疫、刀劍，即係戰爭啦，去對付呢一啲嘅國家。喺第23節嘅經文呢，就係講到我要使瘟疫進入你境內，刀劍從四面八方臨到你，被殺的人橫屍城中，
血流街頭，這樣人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就係喺以西結書28章23節。咁跟住24節嘅經文就係講到，藐視以色列人嘅鄰邦，必不再作刺他們嘅荊棘，傷他們嘅蒺藜，這樣人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嗱，呢度大家睇到兩節嘅經文都同樣講返，最重要就係要讓人知道我是耶和華。唔單止，上主喺第25節呢，亦都對以色列人有咁樣嘅應許。經文就係講到，主耶和華說，我要把分散到列國的以色列人招聚起來，當着以列國嘅面，在他們身上彰顯我嘅聖潔。那時他們要住在自己的土地上，就是我賜給我僕人雅各的地方。嗱，呢度講得好清楚。當以色列人分散，我哋都知道以色列人分散咗好多年，去到1947年先至再能夠復國。咁當列國嘅面喺佢哋身上彰顯上帝嘅聖潔，喺嗰個時候，以色列民可以住返自己嘅土地。嗰個土地係咩土地呢？就係賜俾僕人雅各嘅地方。喺第26節就講到，他們將在那裡安然居住，興建房屋，栽種葡萄園。我審判鄙視他們的4輪後，他們必安然居住，這樣他們便知道我是他們的上帝耶和華。我哋都知道以色列復國之後見到咁樣嘅景象，雖然而家係有再爭戰。嗱，喺呢一度我哋睇到上主係要藉住以色列呢一個民族，讓更多人去認識上主耶和華。呢一個先至係重點。呢一段係以西結書嘅記載，以西結書就大概喺拿鴻書之後，大概遲咗20-30年到50年左右嘅經卷。咁翻嚟拿鴻書跟住嘅經文就係8至到10節，剛才都係讀過嘅經文嚟嘅。咁我哋簡單講一講。咁呢度就提到羅亞門啊，你比羅亞門還強嗎？咁羅亞門係一個咩地方呢？羅亞門呢，就係講到呢個地方先知，就係講埋呢，羅亞門就係喺尼羅河流域，有海做佢屏障。古實同就喺俾個圖大家睇先。古實呢，就係睇翻呢度嗱，呢個呢，就係羅亞門，即係底比斯呢個位置，佢就喺尼羅河上面嘅，就係呢個位置。咁佢呢度就講到呢，古實就係喺埃及嘅南邊嘅一個地方，即係今日嘅蘇丹，即係呢度再落去，呢度再落去嘅位置。弗同埋路比呢，就係喺非洲嘅北面。嗱，呢啲地方當日呢，就同埋埃及呢，都係呢個羅亞門嘅盟邦嚟嘅。但係羅亞門呢，就喺主前663年呢，就俾亞述人進攻嘅時候，埃及人同佢哋嘅盟友呢，都救唔到佢啦。咁雖然頭先就講到呢個羅亞門好似有好多嘢幫到佢，有屏障，有牆垣，有幫手，有力量，有好多嘢啊，有好多嘢都可以喺佢面前。但係最後點樣呢？最後都係俾亞述人所滅，結果就係被擄去，被摔死，被鎖鏈捆住。而呢個羅亞門呢，就係以前喺古埃及嘅時候呢，就係其實喺古埃及嘅時候嘅首都嚟嘅。咁先知就講到，擁有咁豐富資源嘅一個古都，都不敵亞述嘅殘暴，以致都係敗陣收場。但係上主仍然係嗰位掌權嘅上主。筆鋒一轉，去到11節至13節嘅經文就講到，至於你呢一個亞述，講緊就係講翻又走嚟鬧翻佢。至於你必須喝醉，必被隱蔽。呢一個就係因為上帝憤怒嘅臨到，就係飲咗神憤怒嗰個杯啊，
於是就要揾地方躲藏。點解要躲藏呢？就係要躲避神嘅刑罰。無論亞述嘅堡壘係點樣堅固，經文呢度都講到，你一切堡壘如同無花果樹上初熟嘅果子，若被搖撼，就必落在想吃的人口中。我哋有冇呢個經驗啊？即係有啲果樹，我哋好想摘佢，於是走去熬，跟住佢跌咗落嚟，就係咁樣嘅狀態。當有啲果樹佢真係熟嘅時候呢，我哋熬嘅時候，啲果實係會跌落嚟，就係咁樣啊！就係一搖就被冚落，仲要跌咗落去想食嘅人口中。想食嘅人就係佢哋嘅敵人，而婦女就係家中最弱小嗰一群，亦都係當時被視為產業嘅。竟然門戶大開，所有嘢都將會被仇敵搶掠一空。呢一個就係先知預言亞述一定會俾仇敵吞滅啊！咁尼尼微係咪坐以待斃呢？其實又唔係。喺經文講到14至17節嗰度呢，就係俾我哋睇到，仍然講到你要打水以備圍困，鞏固你的堡壘啊！踹泥踏土，緊握磚帽，係咩意思呢？你要打水以備圍困，其實呢，我諗我哋前2個禮拜呢，大家可能都經歷過。咁有啲去咗旅行就唔知道啦嚇，有啲去咗旅行唔知道。咁呢，就係我哋當2個禮拜之前有颱風嚟嘅時候呢，我哋會知道就嚟冇電啦。咁我哋有啲弟兄姊妹都好醒目地要儲定啲乾糧啦，儲定啲食水啦。即係如果萬一真係冇電冇水嘅時候呢，咁我哋都需要做啲預備嘅。就等於呢一度係需要做啲預備。咁佢唔單止嘅，仲要我哋就係有啲地方容易水浸嘅地方啦，有啲弟兄姊妹都需要預備沙包啦。大家有冇印象？我哋都有啲地方係需要做呢啲嘢。咁喺亞述當時，佢哋準備去迎戰嘅時候，唔單止要儲水，佢哋要以備真係圍困嘅時候，仲要有水用，仲要去整磚。但係其實呢一啲嘢呢，喺亞述當時呢，以前嘅時候呢，係佢哋嘅奴隸去做嘅，就唔使佢自己做嘅。但係而家佢哋要自己做翻晒，無論佢哋做呢啲嘢有幾快手都好，快去加商人嘅財力都好，有幾多軍長都係冇用。先知就形容佢哋就好似蚱蜢咁樣，停留咗喺個籬笆上面。大家都知道籬笆雖然佢係昆蟲，但係企喺上面唔係一個穩陣嘅地方。太陽一出嚟嘅時候，佢哋就飛走晒。無論我哋有幾多人、幾多錢財，其實幾多軍力都係徒然。所以聖經學者就以呢個戰爭嘅機器嚟到形容亞述帝國。去到經文18至19節嗰度就係講到呢一個機器其實都會壞，螺絲都會甩，佢嘅牧人都會瞓覺，佢嘅貴族都會安歇，佢子民分散喺各地上面嘅時候，冇人會招聚佢哋。亞述所訓練出嚟嘅打仗嘅領袖，最終都會死。佢哋面對呢啲強權統治嘅時候，佢哋嘅子民會分散，領袖會拒絕執行命令。當亞述受到打擊非常嚴重，呢個消息傳開嗰陣，好多人會為呢件事鼓掌。點解啊？經文解埋俾我哋聽啊，就係因為亞述不斷行惡，誰沒有受過害呢？咁當我哋睇翻當代聖經，佢嘅翻譯就更加清楚，就講到聽見呢個消息嘅人啊，必定鼓掌歡呼啊！因為邊一個冇受過你無休止嘅暴虐呢？就反映出亞述究竟係點樣對人呢？平時係點樣對佢嘅子民？係點樣對佢嘅領袖？就係因為亞述佢嘅惡行囂張、殘暴不仁、
對佢自己嘅子民都壓榨。商人嘅領袖最後將佢哋嘅賺得嚟嘅錢財攞得走就走，逃去無蹤。統治者最後係自己自招滅亡。大家聽落呢幾句係咪覺得都有啲熟呢？其實呢一啲嘅罪性幾千年嚟都冇變過。俾一張相大家睇睇，有冇印象？相信大家喺呢幾日呢，呢兩日呢，從網上都見過呢張圖。自從禮拜五緬甸發生相當大嘅地震，泰國嘅儀器呢就量度到係8.2級嘅地震，應該係今年最厲害嘅一次地震。震央係喺緬甸嘅中部，周圍各國好多地方都感受到佢震盪。泰國呢一棟興建中嘅政府大樓，其實喺去年即係舊年呢4月已經平頂，但係仍然受到地震嘅影響，喺好短時間之內，成棟樓冧咗。據消息指出，就係喺緬甸地震30分鐘之後呢先至倒塌。咁當中其實有好多問題去思考、去反省同埋去學習。咁仍然有幾十人被困咗喺呢棟樓嘅下面嘅瓦礫當中。我哋喺禱告當中紀念，亦都有能力嘅話，亦都係盼望大家會施予援手。咁睇翻呢一場嘅緬甸嘅地震，直至琴晚嘅消息呢，就已經有過千人遇難。咁去到琴日嘅消息就係緬甸軍政府呢，亦都罕有咁向國際去求援。咁自從2021年呢，軍政府佢哋掌權之後呢，封鎖咗聯絡，幾乎同外界係隔絕。但係因為呢一次嘅事件實在傷亡非常之多，損毀十分之嚴重，軍政府就冇辦法，就要同意去要求，去同唔同嘅國家去要求人道嘅援助，要向國際去求救，讓志願團體進入去幫助佢哋救災。經歷咁大嘅天災，當然係一件不幸嘅事，深表同情，亦都係盼望透過呢一次嘅事件，能夠讓一個地方對外敞開，可以同西方嘅社會去接軌，改善民生。就正如頭先剛剛主席玉鳳姊妹都講到有一個問題，即係一個情況就係，當水災嚟嘅時候，俾我哋有機會去翻閱我哋嘅文件，我哋珍惜嘅相片，其實都係一個機會嚟嘅。有危就係有機。咁對我哋有咩提醒呢？今日嘅拿鴻書，當然我哋喺讀嘅時候，佢喺卷舊約嘅經卷，當然就係會對舊約嘅時代嘅以色列猶太人係有好大嘅提醒，就係話俾佢哋知道，藉住先知去安慰佢哋，當時受到欺壓嘅一群嘅猶太人嘅以色列民，讓佢哋知道上主係與亞述人為敵，一定會為以色列人伸冤。而呢一個亦都係正正係拿鴻呢一個書卷嘅名稱，呢一個人嘅人名，佢嘅解釋就係安慰。拿鴻就係一個希伯來文，但係佢嘅翻譯出嚟嘅意思就係解作安慰，就正好去安慰當時嘅猶太人嘅需要。咁對我哋今日嚟講，又有啲乜嘢提醒呢？對於今日嘅我哋，就係鼓勵我哋仲喺困境當中嘅基督徒，人嘅罪性、人嘅劣根性係不變，2000幾年受到壓迫，喺今時今日亦都同樣發生。大家我哋坐喺呢度喺澳洲，可能未必一下子醒得起，但係大家有冇留意另一單新聞？就係烏克蘭啊！
烏克蘭過去3年多嘅爭戰當中，呢一個大部分都係基督徒嘅國家。喺呢一次嘅呢個訪問當中呢，我就揾到呢一段嘅對話，就係講到呢，有一啲青少年呢被捉囚禁，係想將佢哋洗腦，以致即係繼續俾埋個俄國嘅 passport 俾佢哋，俾佢哋有出世紙，幫佢哋做過個身份，有一啲咁樣嘅洗腦嘅形式。但係救翻出嚟之後，訪問佢哋，呢個係其中嘅一個青少年，佢哋分享翻當中嘅經歷，亦都係有牧師派駐軍隊裏面去俾軍隊精神上給予嘅支持。另外就係有志願者嚟到軍隊裏面服侍，亦都有一啲婦女去幫手做救援，去分享福音，去同傷兵一齊去禱告，唔單止係幫佢哋包紮傷口，亦都係幫佢哋包紮心靈上面嘅傷口。正正就係經歷呢一場戰爭，讓佢哋嘅基督徒更加復興起嚟。喺網上偶然睇到有人引述加爾文一本書，叫做《嚴冬枯木回春：改革中嘅教會》，其中有一段嘅說話都想同大家分享。講到在嚴寒嘅冬天裏，樹木在消失嘅當中去枯萎，堅硬死直，喺冬天都乾到真係好似條柴咁樣啦。直到春天來臨嘅時候，樹木逐漸退去硬殼，轉趨柔軟向外綻放，為新竹打通血管道。教會亦都係咁樣樣，去到春天嘅時候，佢啲枯木嗰啲旁枝呢就會係掉甩咗，跟住就睇到一個新嘅嫩枝出現。加爾文就講到，教會其實都一樣，我哋所看到困難似係使到佢好似越嚟越微弱，好似教會備受打壓，有一啲地方係備受打壓，有一啲越嚟越變得強權嘅地方，教會就更加被打壓。但係呢度就講到，其實教會嘅力量並未真正衰減。佢點解咁樣講呢？佢就話，當汁液擴散到全棵樹嘅時候呢，轉為柔軟，樹木就集中力量向外突破，更新一切枯萎嘅。上主亦都係咁樣樣，從表面睇見人嘅腐化，但係其實就帶出上帝子民全然嘅復甦。對於基督徒嘅群體而言，亦都一樣。我哋要盼望上帝通過十架苦難所預備嘅不朽榮耀，就係要喺主耶穌裏面保持呢一個信心。當我哋喺困難嘅時候，點樣繼續喺主耶穌裏面仍然有呢個堅毅，有呢一個信心，仍然去做我哋應該要做嘅事呢？咁除咗當時嘅人受到安慰，而家嘅基督徒得到鼓勵，更加重要嘅係每一個人見到上主，見到出路，以致佢哋雖然從未認識耶穌基督，但係因着一啲嘅經歷能夠回轉，能夠轉向基督。喺網上呢，就睇到一個報道，咁呢，就係唔知大家有冇睇到啊？呢段嘅報道，咁呢，就係講到喺南北美洲嗰度呢，就有一間監獄，最初呢，就有兩隻貓仔呢唔覺意入咗去，咁呢，就發現呢，原來好多囚犯呢就好有興趣同隻貓貓玩喎，咁結果呢，於是啲入邊有社工有成噶嘛，咁於是呢，啲人呢，即係啲官員啊同埋啲社工呢，就發現諗一個樣嘢，就係叫做展開一個叫做拯救貓貓計劃。點樣拯救貓貓呢？就係讓嗰啲行為良好嘅囚犯就可以去領養一隻被人遺棄。呢啲貓呢，因為係俾人遺棄咗出嚟，同埋將要人道毀滅啊！咁有百幾隻咁多，咁點算呢？
咁於是咧見到佢哋咁中意啲貓貓，於是咧就同佢哋講：嗱，你行為良好咧，你就可以申請領養一隻貓貓啦。咁仲有啲囚犯仲可以通過咧喺監獄裏面好努力咁工作之後咧，就賺取啲代用券，咁咧就可以咧去換領貓貓嘅零食，甚至咧佢哋咧就仲開始學織冷衫。學織冷衫真係好簡單啦，可能真係都係平針嗰啲啦嚇。學織冷衫就係俾佢啲貓貓，啲心愛貓貓咧，俾啲貓貓着嘅。咁咧跟住咧連張床咧都俾埋貓貓瞓。咁但係如果大家留意下咧，原來佢張床單咧都係貓貓公仔嚟嘅。咁啲囚犯咧就跟住咧個生活咧就變得充實好多。咁跟住喺嗰條片嗰度咧就有訪問咗2、3個嘅。咁其中有一個咧，我覺得都係攞咗其中一個出嚟同大家講。咁呢一個囚犯咧，佢其實咧已經入獄5次㗎啦。佢出入監獄咧已經5次，第5次。咁坐咗14年監，真係唔係少嘅。佢係一個孤兒嚟嘅，冇父無母，真係冇人。咁於是佢係即係群咗啲壞人之後呢，咁之後就即係出入5次監獄啦。咁佢真係覺得冇乜所謂咁。但係呢一次坐完監之後，佢俾佢一個好唔同嘅諗法。咁就喺呢一次坐監嘅時候呢，就領養咗隻貓貓。咁佢就去對自己呢，後尾呢就立咗一個誓言，一定要重新做人，好好照顧隻貓貓。因為佢已經覺得嗰隻貓貓係佢唯一嘅親人，因為佢真係冇屋企人。佢出去佢做咩呢？佢唔知。但係而家有隻貓貓，佢知啊。佢要出去好好地照顧隻貓貓。喺佢出獄之前，佢正式辦領咗領養嘅手續。咁所以咧，大家睇見而家呢一個snapshot 咧，呢個鏡頭咧，就係佢出獄嗰日，佢就可以同佢隻貓貓咧一齊翻屋企，重過新生活。呢一啲好明顯就係真係愛，一個愛心，可以因為愛令至呢一位囚犯，佢願意犧牲佢自己嘅精神時間去照顧呢一啲被遺棄嘅貓貓。呢啲被遺棄嘅貓貓就成為佢心愛嘅貓貓，成為佢嘅家人，以至佢哋兩個都可以有一個不一樣嘅人生，一個不一樣嘅貓生。咁亦都係因為咁樣呢，佢哋展開一個不一樣嘅生活啦。咁有啲人呢，亦都喺因為透過監獄裏面呢，就學識咗照顧寵物。咁有啲仲可以出返嚟之後呢，去繼續去照顧寵物，就去賺取生活費。咁揾到佢哋嘅出路，去展開新生活。甚至有一個死囚呢，佢係喺段訪問裏面有訪問過一個判咗死刑，咁就即係叫做終身監禁啦。而家即係唔係咁多有死刑嘅時候，咁佢就終身監禁嘅囚犯嚟嘅。咁但係佢自己話呢，佢自己覺得佢透過照顧被遺棄嘅貓貓狗狗呢，佢覺得生活係有意義、有價值。就好似羅馬書8章28節，常常都提住我哋萬事互相效力啊！呢個社會就會變得更加和諧、更加積極。最後以西結書18章21至24節去總結今日嘅分享。呢一段嘅經文，請大家一齊讀，1、2、3。惡人若回頭離開所做的一切罪惡，謹守我一切的律例，行正直與合理的事，他必定存活，不致死亡。他所犯的一切罪過都不被紀念，因所行的義，他必存活。義人若轉離義行而作罪孽，照着惡人所行一切可憎的事而行，他豈能存活嗎？他所行的一切義都不被紀念，他必因所犯的罪、所行的惡死亡。聖經呢度講得好清楚，話俾我哋知道，我哋以前雖然可能有啲事做得唔啱，
甚至可能係一個惡人。但係若果我哋願意回頭，天父係會赦免我哋，一切罪過都不被紀念，必會存活。嗱，咁當然啦，跟住呢，點解要大家讀埋後面嗰段呢？就係講到當義人轉離義行而作罪孽，我哋人生有高有低，一世人幾十年，我哋要好好去行我哋人生，唔好行差踏錯。真係去到義人轉咗唔行義行而走去做啲惡事嘅時候呢，行咗罪孽嘅時候呢，經文都講得好清楚。呢度都係寫住，他所行的義都不被紀念，他必因所犯的罪所行的惡死亡。而我哋好清楚知道乜嘢係死亡。喺基督徒嚟講，唔單止係肉身嘅死亡，我哋嘅死亡係會與天父隔絕。甚願我哋都能夠選擇，能夠活喺一個有盼望嘅人生當中。讓我哋同心禱告。慈愛嘅天父，感謝你俾我哋有呢一段經文嘅提醒，更加俾我哋睇到主耶穌，你係一直掌權當中。無論情況係幾咁差，我哋都知道主你有你嘅計劃，主你有你嘅時間表。我哋靠住主耶穌嘅信心喺當中緊緊跟隨。求聖靈時刻提醒我哋，記得唔好做惡人，因為必自招滅亡。求聖靈督責引導。感謝天父聽我哋同心嘅禱告。以上禱告奉靠我主耶穌基督得勝名字祈求，阿門。